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赖清德。今仔日到高雄陪8个民进党籍的立委参选人去登记，画出着八仙过海，8个障碍号条。若针对韩国瑜质疑伊台独的立场，赖清德讲，伊的台独就是中华民国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另外，互国民党排列不分区第15名的谢良介，听讲要来退出着不分区。来八仙过海，高雄大赢！大声喊口号，民进党是团结一心，甲参选高雄立委的国民党阵容比较起来是无共款。除了党主席到现场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嘛是专心伫辅选。家母带囝仔专咧徛台，较早自称是密室的台独工作者，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质疑台独的立场，赖清德讲：我主张的务实台独，那基本上就是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。也就是说，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字叫中华民国，跟中国互不隶属。那执政呢，也不必另外宣布台湾独立。韩市长灭于事实，没有体认到中国的这一个立场的话，那他们所要带领台湾的方向必然是走向统一。那走向统一之后呢，中华民国是势必不存在的。反抢韩国瑜会和中华民国灭亡，国民党即马爱烦恼的也有不分区名单的争议，被排在安全名单边的台南市党部主委谢良介，讲要贴出不分区，并且在1月10日投票了后正式参选党主席。来这边挺我们谢大哥的。消息还未被证实，党部外口都真侪支持民众要来甲加油。国民党内乱即马愈来愈严重，就等谢良介本人出面讲个清楚。